喺忙碌嘅生活中，我哋常常會唔記得咗停低落嚟，好好的陪下屋企人。喺呢個母親節，一場關於陪伴與理解嘅旅程正在慢慢展開。一束親手做的花，唔單止係一份禮物，更是一句我睇到你了，也是一句多謝你喺呢度。唔需要技巧，也不講對錯，當顏色代替了語言，情緒就有咗出口。呢啲非語言畫畫唔需要語言去表達佢自己嘅情緒，佢嘅感覺。良好的家庭關係唔係話冇壓力，而係每個人都擁有被理解的可能。借住母親節呢個機會，讓孩子同媽咪一齊喺遊戲同互動之中相處，通過顏色同畫筆自然的表達情緒，舒緩壓力，喺輕鬆的互動中協助佢哋一齊表達情緒，減輕壓力同增強親子關係。同時都祝每一位媽咪母親節快樂。我哋家長點樣去達到我哋嘅溝通呢？我哋可能咧唔係咁了解我哋小朋友，但係喺呢個作畫過程裏邊，家長試下睇下小朋友佢點樣去作畫，佢點樣選顏色，試下透過呢一個親子繪畫過程裏邊，你試下用小朋友嘅角度，用小朋友嘅眼睛去了解佢嘅世界。心心代表咗乜嘢啊？媽咪，就呢啲係我，呢啲係你。最中意邊對啊？紅色嗰對，粉紅色嗰對，嗰對送俾邊個啊？媽咪，送俾媽咪係嘛？語言表達咧係一啲人嚟講係比較困難嘅，咁所以而家我哋用咗原生藝術創作咧，透過顏色線條嚟表達，代替咗語言咧，咁就可以改善嗰個溝通同埋了解啦。兩個嘅手掌一齊印咗落去，其實出嚟個效果就係一個心心嘅。咁其實我哋就一齊咁樣去睇實啲畫。咁適逢係母親節啊嘛，咁就寫埋 I love you 喺中間啊嘛。家庭嘅氛圍對細路哥嘅成長咧係至關重要嘅，特別喺佢心理健康嗰方面係會促進佢嘅成長嘅。咁但係好多時呢個家庭嘅氛圍往往就係溝通得唔夠，而我哋透過呢個原生藝術去創作咧，去除一個語言嘅表達，而用一啲非語言嘅表達方式咧，咁就可以幫助佢哋咧能夠對於細路哥同埋大人嚟講咧，都係一種心理上面嘅支援咯。母親節快樂！母親節